好来，镜头锁等下台湾，伫要过年咯，公司企业会发偌侪年底奖金，大家目睭金乌乌等要看。中英海运去年的年底奖金创纪录有40个月，今年讲搁较好康，因为去年是赚2390亿，今年敢若前3个月都已经赚超过3000亿。外界甲滴滴算算的，讲今年可能会当领到60个月实在互人有够心酸。一封搁一封正饱满的奖金回避来通知，中英海运去年40个月年底奖金，互大家印象真深。今年有机会搁创新高。他们的年终60个月这可能性还是蛮高的。财经专家嘛认为，可能有60个月年底奖金，因为多数有伫咧传出运价落到底。不过2020年前3个月，中英海赚超过3000亿，比2021年去年度2390亿搁较济。所以去年若是发40个月年底奖金含分红10个月，今年的年底奖金嘛是有可能正看60个月。虽然呢，在第4季今年第4季这个长荣海运的营收呢是大幅度的衰退。可是呢，在前3季的 EPS 已经高达68.88元了而且呢是比去年呢要成长了50%以上。光是靠前3季的盈余呢，就应该可以发出丰厚的这个年终奖金了。年底奖金互人看个真心酸。以中英海2019年、2020年的新进员工来看，平均一个月薪水43064块。2020年年底奖金10个月，过当年40个月，搁加上分红。2020年老领到60个月，等于上少有258万回来。趁钱读个优细细，无这2年想要考航海人员的人，就要4分之。其实还有一些这种科系的语言的一个这个限制，很多都要通过这个国家考试才有办法进入这个海运业。碰到欧洲线直直咧传运价较着底消息，中英海今年年底奖金敢真正有外界以为这尔济，业者就无讲伤济。不过你的奖金比北京公司济，嘛是有大家拢看甲有够心酸的。